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9，箴言10章29節安尼講：上主的道路對正直的人是保障，對做歹的人是毀滅。三角來祈禱，愛願行佇正直的路，通得你的保守甲看顧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願滿心敬畏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。向你獻上無比的尊重甲敬拜，主啊，你是永活的主宰，你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真神，你是公義、聖潔、慈愛甲信實的上帝，主啊。你的智慧遠過諸天，你的能力無通測度，你的慈愛永遠直直，願要學到你無煞。主啊，你用恩典扶持阮，用憐憫眷顧阮。用真理引帶阮，互阮佇人生的道路無偏離。主啊，求你使阮敬畏你的心，互阮佇逐日的生活選擇正直來行。主啊，當世界充滿試探的時，求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無偏離你的旨意，互阮通榮光你的名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